这就啥狗，狗啊走，狗啊走，唔知是狗惊狗还是狗。狗啊，嘿对，嘿加两秒，安尼才12秒。12秒？对啊，无可能嘛！这哪有可能？我今日规工我无采时间伫咧遮来开始，伊今日聊。哇呀，这无可能，7秒完成，无可能啦，无可能啦，这拔水金就困难啦。小朋友来，就是这啦。等下，村长，我伫咧外口听到你喊到大细声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哦，你讲伊哦，伊吼规工拢伫遐练习这个7秒的拔水音啦，毋过吼，甲当吼，伊拢袂晓。拢袂晓，做袂到。嘿，我甲你讲，哈，这就唔是我的问题啊，这种物件免学啊啦，放弃啊，别学啊，摕去。袂样子啊，收起来，放弃啊！你拢练习几工啊？我甲你讲，做代志就是要坚持落去吼，你就会当成功，好无？我已经坚持1天啊，搁要坚持。嘛是爱坚持啊！啊，要安怎坚持啊？还是叫阮小朋友甲你教。哎呦，因讲我到7秒。伊台语足好的呢。哦，安尼哦，无因对倒来。好，小朋友大声讲出你是什么队？我是好所在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？我是廖友瑞。我是黄卡玉。我是柯以凯。我是陈英俊。英俊，4位小朋友哦。哎呦，精神真好哦。就好讲的哦。好，无我选一个队员，想想要出来挑战一下。哎呦，英俊来。英俊，1、2、3，树顶一只狗，树下一只狗，狗落来抱着狗，狗也走，狗也走，唔知是狗惊狗还是狗惊狗。无可能，因为无可能，哪有可能？这间就成功。成功啊！这个就成功，你今日咧无用啥？不是啦，你这无应该互伊治啦，你较适合做村长啦。来，村长来。你好来。村长。村长，谢谢村长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太厉害！村长，你敢会当甲伊讲你的撇步是啥？英俊村长，你的撇步是啥？敢唔使甲我教一下？就是一直练习啦。一直练习哦。爱坚持。这防水金你之前敢有练过？有啊，有听人讲过。有听人讲过哇。无怪，这位老师，你讲练习是不是？好。 7秒啊！你甲我加油，无小甲我加油一下，我会足紧张的啦。我要准备啊，我要准备啊。我准备啊！来，1、2、3，开始。树顶一只狗，树下一只狗，狗抱来，对着狗，狗啊走，狗啊走，唔知是狗惊狗，还是狗惊狗。各位观众，6秒。我辛苦了，老师，谢谢你。厉害！坚心。袂歹呢。水。赞哦！来，真正做代志就是要坚心嘛。对。安尼我想要请问一下咱所有小朋友，恁敢有做啥物代志，就是因为恁安尼坚心才成功的？坚持落去才成功的。有。啊，什么代志？就是我走表的时阵跋倒啊，但是我搁爬起来走到终点。走到终点，哇！哎，这唔管输赢，这个唔管输赢。运动甲精神。无放弃。对。这种无放弃真是，就亲像我头前我念几工啊无成功，啊毋过继续甲念，总是会成功嘛，对对。啊，相信家己啦。既然你安尼头前，咱有这个老师教我看教，甲你加持。教我加持，一定要让恁来提报走，好恁试看觅啊。好。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村长，你咧无用啥？你想做？无，我咧甲鱼仔咧盘烂，感真正好。哎，对，我第一个徛伫这个所在呢。有足兴奋的嘛？足兴奋的，恁注意哦，我唔是用安尼哦，我是安尼哦。袂当。袂当啊？袂当。啊，你是讨厌好所在对不对？是。啊，讨厌啥物好料的无？倒瓜。哎，倒瓜。大 K 哈。K 黑豆瓜。
老花，有啦，豆类的物件是真有名嘛，因咧大汉 K 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啦，唔那讲头远，咱是台湾各地真厉害的点心，准备好未？好，听来噶，行，行，哎呦，好了，超级输了。好，一位走，哎呀，米刷糕，你再讲，较大声，较大声，不要，好，来，来，坐，哎呦，唔是，走，好啊，来，擦过呀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徛，徛，什么？牛肉汤，跳，跳，哎呦，什么？这是欧妹，行，行，阿爸鸡，好，几个？走，哎呦，给一批 bonus，有没有给钱啊？嘿，再见，哈哈，bonus 无掉，徛，哎呦，长马饼，哦，安尼后一位，行，铁棒啊，不是哦，拍摄后一位，哈哈，徛，哎呦，来，白糖粿，水，走，过来啊，跳，哎呀，这够你这机会哦，一定才袂掉的啦。无你徛过来，我等候你。敢若日半，对哦，徛，换头钱。三角圆啊，十八啊，什么假设你？妖怪妖怪假设你啥意思？敢唔知？伊已经就要啊，别人搁互伊搁无啊，伊又无咧心灵，哎呦，水，你捌心灵对，妖怪假设你，安怎念？鸡爸爸，对嘛？K 安怎发音？哥，K 是哥嘛，啊哥甲 A 就是鸡嘛，所以鸡肉饭，搁念一解。好，真好，隆重，十地通好摕2块大片，车摕。小朋友，咱若看伊要搭伫咧倒位哦。先搭一地。够 Q。对啊，搁摕一片。文班，这是文班啊，几号来家？啊，2块大片哦。是。后一关无这简单啊！来哟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台语上练档，恁仔顶的2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跋落来进前看又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。我的保障，恁就摕袂走啊！听讲今仔日来，囡仔遐囡仔子运动会要到啊吼，恁下的运动会要到，都来咱遮练体力。好对。你比啥？比招标，哦，走标哦，家己走还是走第几棒的？还是我走第二个，第二个哦，厉害哦。啊，英俊你咧，有比啥？我嘛是第二个，第二个。哦，你嘛是走标。啊，今仔日就算咱现老村长大兴会运动会，是。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哟，现在噶。皇后。来，几个哩？三个去一个所在去耍，接收在好，这个好。对。几个哩？两个哩，用的还是假？用的。用的。歌人的唱的。
这热的时阵要穿的啊。我记得穿的，伊讲热天的穿外套。来几个字？接力，会使拍，一种乐器，一种乐器。一种乐器会当拍哦，一个字。哦，水。哦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会使食，会使食会使食。做目睭的，哦，暗上的，伊是西瓜，暗上会当食的，做目睭的，红色的西瓜。中央枸杞，水。哇，恁是拢有咧食几个哦。字？两个字，一种食。土豆做的，土豆，一种土豆做的土豆。哦哦，豆奶，不是土豆做的哦，你讲土豆做的呢？土豆豆奶。米零，哎呦，快厉害！几个字？两个字，烘麻用的，烘麻用，会看，哎呦，我英主你那这高兴啊！用金龟，用金龟，用金龟，讲无？用金米，无，三个字用金龟，金龟，金龟哦。这哦，对。哎呦呀！来，出来好媳妇。哎，这是你放水哦。来，万圣节，万圣节，通安怎讲？金龟做鬼，应用真好啊。对，金龟这贵，乌空啊，内底斗电火，辣椒。辣椒。哎，啊，斗所以我了。对，迄个啊，四界讲讨什么？头疼啊！哦，不是偷小，偷疼啊！是个疼啊！你拢咧讲讨小你无疼啊？啊，我实际行动嘛是讲到。你无疼啊？好无？我开始要乱啊！哦，你袂用，你袂用。无毛病。好，来看嘛，哎呦，嘛是袂歹呢，六地通啊摕两块大片来，请摕。又搁两片，哦，一摆摕两块。会当刷哦，吼。米系搁树高啊，来个一盖好哦。吧好好哦。到。阮咧淡薄搞怪。来，哎，加。辛苦好啊。哇，四块大片啊，来到上尾一关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两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恁有偌高选。这问者，恁敢有甲阿公阿嬷斗做伙？无。好，你敢若你无尔，你拢有吓？因为咱阿公阿嬷有当时啊，迄行动较无方便的，年纪较大，对不？啊，你敢有会该斗相共啥？会啊，我会帮伊滴水，啊，帮伊滴水，滴水，真好，足我会乖。甲伊摕物件，摕物件吼。啊，该有无？开你看电视，看电视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吼，莫一直甲因看电视，你就甲招出去散步。哦，散步做你我运动。出去行行的啊，虽然行到慢，咱豆豆行。好，我即摆吼要带恁去一个所在，就是去体验一寡，吼老大人时代较无方便，咱去感受一下，吼，做伙了解一下。进来噶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常的一蕊老花大兄啦。是安怎我今仔日会穿安尼咧？就是听讲遮有一个体验咱时大人生活的活动哦。咱甲咱的老师请教问一下。Hello， 老师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。今仔日是安怎要办这个活动咧？因为透过这个体验，然后去实习讲，阮老啊时阵会有啥物款的变化，然后以后会当去帮助厝内底阿公阿嬷。听起来介绍真趣味的，安尼就请老师，咱做伙来去体验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老师，你来帮我换一下。哦，一定的，来，豆豆来哦。哦，老师，我今日穿甲安尼，徛拢徛袂直，啊，佮规身躯动坏坏，是安怎爱穿甲安尼啊？头一个是阮这目镜，嘿，老伊叫做老化眼镜，嘿，啊，伊就主要是体验跟老花仔的时阵的老花，带落来是这耳罩，英族耳罩，迄就是。
去体验讲，老伙仔动听无啊，咱走来，阮即摆是感觉身躯足重诶，超级酸诶，因为阮的背心啊，甲阮的手腕甲脚踝拢有一个重量，一个重量，互你感觉讲，互老人啊，拢行路的时阵较慢嘛，因为伊无法度行甲较顺势。啊，刷落来就是阮这驼背背带，嘿，迄就是强迫互你迄调骨啦，对无？就是你即摆感觉讲，我腰酸背痛啊，像阮迄手啊，即摆嘛有挂一寡装备，对无？啊，迄就是模仿讲老人啊，伊的手会较无方便。安尼老师，咱即摆要体验的是行楼梯吼。对，我们即摆来行楼梯。安尼就会当行。嘿，好，来开始。骹做重的。好，来。哎，好，行，宝宝来。即摆就会感觉体会到迄拐啊，真正做有效的。会当支撑。会当吐咧。要到啊，要到啊！来。变老啊是一个真辛苦的代志呢。老这个字啊，其实有足侪意思哦。若是念老的时阵啊，就代表年岁大，也是时间长。比如讲老朋友，就会当念做老。啊，若念老咧，嘛有别个意思哦，是熟手的意思，也是老实的意思咧。哦，老是熟手，也是老实。诶，应该是手啊。咱头前伫个影片内底有讲到士大人甲士大，其实士大人讲的是咱家己的爸母，对。啊，若讲到士大，就是一般咱所有讲的所有的长辈。哦，士大甲士大人，这个差别伫个遮。啊，到底是熟手还是老实？是手。确定。哦，好，熟手。咁安尼。了吼，对唔对？看好哦。啊，到底是熟手还是老实？是手。确定。哦，好，熟手。咁安尼。了吼，对唔对？看好哦。对啦，就是经验非常的丰富的意思嘛。老，啊，还有另外一个讲法，若是念老，就是有一个过身的意思，就像讲啊，一定个会老去啊。猫咪人顶个为老体啊。好，就是安尼啦，我第一题对啊啦，咱来看卖啊第二题，现来个。哎，老师，咱即马刷落来，搁要体验什么货哈？阮体验去买物件。哦，啊买什么物件咧？阮知这是你的礼物。然后顶悬，嘿，来顶悬有一块火锅料，佮有数量。啊，即摆你爱摕这夹子甲迄袋啊，啊，阮把火锅料缀入去安尼。哦，好，三角形的这两个，这个个起来，哇！无介好验呢。哦，这支手，这两个，三个做伙。我硬起来，成功！你敢成功啊？你成功啊，阮这阵老伙仔拢完成啊！啊，阮即摆碗内底有足侪款的，啊，阮每一项都摕都内一个伫你的碗内底。好，你看你甲遮紧哈。加油！这，嘿，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啊。哦，系啊。老师，我弄硬好啊。好来，我来检查看卖。哦，你成功啊！耶！会当食饭啊！车倒去啊！哎，你感觉安尼体验了倒去啊？你会当安怎甲你的阿公阿妈斗相共？因看有会清楚的字，会使甲因讲这是啥物字。那安尼啊，即摆我特别来甲咱两个小朋友借问一下哦，就是恁敢有一寡照顾恁士大人的撇步，会当甲我分享下？就是冬天的时阵，互阮阿公加洗规头烧水，互伊过路较顺。哦，听起来袂歹呢，安尼妹妹话你。寒天的时阵，甲阿嬷讲洗身躯的时阵，爱先
身躯爱先洗，爱才洗头毛，安尼较袂无爽快。安尼听起来，因两个人拢对照顾是大人介有想法嘞。毋过啊，因内底其中一个人像的是讲唔对的哦。伊是讲是大人寒人的时阵爱加呛几斗啊烧水，伊是讲是大人寒人洗身躯的时阵爱先洗身躯才搁洗头，对一个才是正确的咧。哦，头壳摸咧烧啊！到底爱加洗几斗烧水？先洗，还是规气拢莫洗身躯啦？我感觉是爱加，嘿，爱加几刀烧水，唔对。哦，你迄是迄唔对啦。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好，来看卖一个，敢安尼？真丢。哎呀，再会哈，再会。然后再会。对啊！都唔对啦，真正是爱先洗身躯，无你一个枪头伤刺激啊，老人啊、老大人的体质会较烂。对。你较烂，迄免疫力啊，也是抵抗力拢会较无好，所以你血较落，血管会老化，所以真侪所在拢爱足注意，尤其是洗身躯啊。个心脏，对寒天的时你若是一个强落，一个无拄好，迄小冷无准则就准，我都控制啊。迄一个就卡掉迄条。来看卖啊！啊，两块拢对，汤仔地两块大片，请摕。记得。你要摕啥嘞？拢会用的吼。你要摕啥？我甲你讲，摕马祖会较够对哦。嘿，两个大伫遐。还有啥？王者。拢会用的哦。你行路哪有？但我身躯有老大啦。好，到底我得摕到宝藏无？赢来卡。摕宝藏的机会来后，什么代表？英俊哦。哇，阿俊啊。啊，你若看起来敢若无啥信心咧，会紧张的哦。哎呀，无啦，啊你有想要换位无？你无看你的台湾对无？有想要变安尼无？无啦，照安尼哦。对。哦，手甲扛起哩，扛起哩，后壁我讲请背，你甲背啊吼。啊，较大力的哦。你即摆要敲安尼就对啊。马祖，哦，爱过一空才有准绳哦。好来，敢摕到宝藏咧，请背。哎呦！哇！来，喂，宝藏！来，送互你。哎呀，那才好啦！哇，这赞呢！哇，祝我大个啥啦？送啥啦？音乐，好不好？音乐 K 啊哦！哇，那才好！哇，总算是让你摕到宝藏啊！你规个心情拢放轻松啊，准啊！有轻松好无啦？有欢喜无？有啦，安尼是上重要的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！到底讲